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凤梨汁加工厂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王总经理，我刚刚以为啊，就是在那个我们刚刚做分装的那边去品检完就好了，就可以卖的。结果不是我们还要经过哪里呀？没有的，这个还要一系列的检测，有合格之后我们才能上市贩售。像我们会做 pH 值的检测、微生物的检测，去确认它没有大肠杆菌、没有沙门氏杆菌，还有生菌数都必须合乎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上市贩售。的凤梨汁啊，除了经过层层把关之后，最后竟然还要进到这个测试菌的地方，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啊？我们凤梨汁我会在我们这个细菌培养室里面去培养，看看我们杀完菌的凤梨里面是不是含有大肠杆菌或者沙门氏杆菌这些病原菌。我们要确保我们上市的产品里面是无菌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去做层层的把关做检测，这样子。这一瓶层层把关的100%凤梨汁就在我们后方，现在在进行最后一个步骤，贴标签就要去贩售喽。这一次响应我们市政府的号召，我们为了要让凤梨的价格稳定，所以我们今年做的凤梨果汁全部都是外销等级的非常好的鲜果。我们下去做的一个凤梨果汁，王总经理可不可以就是最后跟我们观众朋友说说啊，就是我们喝凤梨汁有哪些优点呢？我们把凤梨整个的纤维、膳食纤维都保留在我们的凤梨汁里面。餐后只要喝一瓶凤梨汁的话，它的助消化的效果很好，而且小孩子喝、大人喝也都非常适合。这里有一个小秘密，就是说我们的凤梨汁只要调配了红茶、雪碧，这样的口感是相当好的。谢谢王总经理带我们来参观这些100%凤梨汁的生产流程。那不多说，赶快去买吧。好，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6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第3次定期会上午进入总结顺，会中议长郭信良首先带来好消息，伊表示今年国庆宴会将选到台南举行，嘛建议地点将选择空旷、靠近市区、较有水环境的条件来举办。议会定期会上午首先由议长郭信良来质询，身兼国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信良表示，伫个知影今年的国庆宴会确定伫个台南举办，第一时间嘛将这项好消息甲所有市民来分享，并且甲市长就地点的位置提出探讨。那国庆烟火事实上呢，就争取到角落台南市，这是有史以来国庆烟火移师到台南举办这次的活动。那我会和台南市政府和市长黄伟哲共同协商将适当的地点提供给国统会。那我也希望呢，全体所有台南市民呢，能够提供更优良的场址呢供主办单位呢作为参考之用。那原则上有3个地点呢列入考量在现在目前为止，一个就是在安平港就渔光岛的附近，那一个呢就是在将军渔港，那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北区和安南区，也就是呢关海桥在盐水区这段中间的河滩高滩地。
那这个地方的停车呢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人潮的聚集也比较容易。那整个的视野呢封路起来也非常人潮聚集呢整个的疏散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台南市争取到国庆烟火，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谢谢，这个是立下一个台南市府会合作的一个先例哈，一个好的例子。那因为我们在1个多月前已经建议这个国庆筹备委员会，台南2个地方合适，一个是将军渔港，一个是安平港。那今天郭议长有提到了这个观海桥的部分，我们也列入考虑，一起呈报给国庆筹备委员会。但国庆筹备委员会基本上决定落脚台南已经是确定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算是国庆的彩蛋，也算是蔡英文总统或是这个游锡堃院长国庆筹备委员会给这个台南市一个彩蛋，我们表示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非常的感谢。虽然市府有意伫安平或者将军渔港来举办，不过议长嘛提出离市区较近的咸水溪畔、高滩底，由咸水溪桥到观海桥这段，建议市府伫个上短的时间，要赶紧拟定，并且送筹备委员会来确定。台南新闻引根张硕伟采访报道。接下来，议员王家珍对疫情过来纾困议甲市府探讨，并且嘛为代理老师请病。议员表示，因为这代理老师平时爱兼导书，不过受理甲台语却甲正式老师袂比例，所以呼吁市府爱重视代理老师无公平台语。议员王家珍以最近3年来学校的正式教师甲代理教师的名额比较，代理教师的成长不但比正式教师较济，而且代理教师佮兼导师就占1半以上。议员呼吁，同款是教师，正式甲代理的薪水差真济，根本是同工不同酬。教育如此这般的重要，可是我们在教师在他的职责，在他的辛劳，基本上不分渊质的情形之下，为什么代理教师一直那么的卑微？为什么代理教师一直没有办法，我们挪移一些预算，给予他们该有的一个尊重？代理老师里面1000个有500多个是导师。我们真的呼吁有一些正式的老师，有正式编制内的老师，应该可以多担任一些导师的工作。这个是教育局跟市长你们自己应该做一个。这是学校自主。对此，市府教育局嘛回应，因为议员记的是这3档的名额，如果放大到5档或者是10档来看，因为师生比的关系，最近这几档正式教师确实增加了袂少。虽然代理教师的寒暑假是无薪水的，不过伫个黄市长就任以来，只要代理教师寒暑假有实际到学校来备课，基本上就拢有领薪水。台南新闻引根张硕伟采访报道。另外，议员伫昆园即阵时都来关心新营糖厂转型活化，也替市府司机请命，因为因开公务车一旦发生事故，需要承担7成的赔偿，相当无合理。会中要求市府应该加重保险，袂当将吊税责任完全怪伫司机身上。议员伫昆园以家己厝内人的切身之痛，因为公务车意外事故，不但乘坐的官员要负连带的责任，而且如果要赔偿，责任拢落伫个驾驶身上。虽然即阵时询问每一位官员，无人愿意来承担，因此要求市府应该要加重公务车的意外保险，确保驾驶人或者是乘坐的官员生命安全的保障。现在局处就要用安尼来判断，就可以负担7成的责任。什么人敢去开恁的公务车？何况咱的公务车嘛有可能是已经异能，这本身无爱追究遐，只不过是咱的担当，咱的业务要叫一个人来做安慰，咱的安全是毋是爱互人？这部分咱来检讨，爱互人，咱来这部分咱来检讨，讲这个责任未来，像迄个李处长甲你报告的，这未来要加重加较济，互大家。对啊，保险你若要互报嘛，互伊足安心去执行公务，去替市政府、替人民做工课，安尼毋较对。
对。难道几十年、几十年的事件，竟然即摆阁有发生？我觉得这是我的听。我知，这部分我来思考。为着安尼计较，市政府爱全面，所有的公务车拢爱买，甚至加重，甚至新企业拢爱办。我已经安尼要求遐尼啊久。除了为市府的公务车驾驶来请命，另外议员嘛为地方来争取发展观光，尤其新营糖厂占地30几公顷，市府应该慎重甲台糖来沟通，希望会用个带动观光。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嘛鼓励民众到国内旅游刺激消费。日前，指挥官陈时中就因为带队前往垦丁，嘛互全台湾县市首长后小龙抢要伊来到宣传。现在嘛确定30号到31号要来台南。市长王伟铁表示，除来准备济美食以外，嘛希望互部长好好帮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日前伊带队前往垦丁，推广国内的旅游，得到济正面的回响。对此，市长王伟铁也特别邀请伊来到台南。现在也决定将要伫30号、31号进行2天1暝的小旅行。市长强调，除了准备丰富的阿中自助餐甲伴手礼以外，也希望部长会使趁这个机会好好来休困。坦白讲哦，真的是竹繁不及备载，大家四处都要抢阿中部长。阿中部长一定是觉得很累，所以我们希望他来台南哦，是能够有一个深度的旅游跟好好的休息。那当然，他的一个除了防疫的重要的角色之外，他可能也要做一些行销地方特产。那我们地方当然有除了这个阿中自助餐之外，我们要好好的很多东西，包括阿中身上吃的、用的、穿的、喝的哈，吃的、用的啊、穿的都会有。那原则上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个袋子里面装满很多台南好物。那如果一个袋子装不满的话，我们会再弄另外一个袋子啊。所以说到时候阿中可能是两边都背袋子哈。那这样子的话，希望能把这个阿中好物、阿中所推荐的、阿中所用的的这些台南的好的东西，通通都会这个使出来。机场台南原本被规划是第2站，但现在被桃园抢先。市长表示，台南甲桃园是兄弟市，而且咱原本就选择拜六拜日，所以并无影响。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小段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但是，其实博览会每一档拢会吸引济学生甲家长来参加，希望了解现在技职教育的状况。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取消动态活动，转型做电子化来说明，不过嘛出版了第1本技职教育宣导成果的手册，将分散给全市每一间高中，同时上网提供下载运用。每一年拢吸引济学生甲家长参与的台南市技职博览会。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取消了博览会的形式，出版了第1本的技职教育宣传手册，将整个内容异化，让学生甲家长上网就会使轻松来了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今年度的纸上技职博览会。那因为往年我们都有召开举办技职博览会，让许多好朋友以及关心的家长、老师和同学能够到亲临到技职博览会去看，但因为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而且这个决策是早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技职博览会改为纸上技职博览会就改为印制手册的方式
还有医化的方式，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我们把因为台南市的大专院校蛮多的，所以我们把许多的大专院校的简介，尽量用不矮版的方式，用生动的方式，能够让医化，让同学们上来去看。除了基吉博览会以外，市府也伫3间国中当中设立了职业体验中心，提供学生来体验。市长表示，因为成效袂歹，未来也会规划扩大规模。同时，我们在后甲、六甲还有安顺国中都设置了这个技职教育职业生涯的这个体验试验中心，所以同学如果可以这个本身前往那些学校的职业体验中心，可以了解到自己或是提早试探自己比较喜欢、有兴趣从事的职业跟行业，这点我们是认为这个成效是蛮好的。未来也考虑扩大这个职业体验中心的一个功能所以让更多人有机会来参与。成果手册当中的内容包括台南市基职教育升学相关的资源，以及各种基教育比赛第1名的得奖者的分享等等，也佫有基职达人的奖状影片。目前拢会使伫台南市12年国民教育资讯网来看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般老大人的资讯来源，真侪拢是外靠广播甲电视，毋过嘛有一寡时段专工去上课，学网络甲手机的操作，偏偏听到无经过查证的假消息，佮四过转传，特别是类似用红酒泡药厂会当治病医疗消息，透过报道带大家做伙了解。一群参与林晨辉基金会是大人选择无求大厝内，一起来到社区关怀据点，接着运动操体适练课程来互身心活化。当然，除了身体活动，另外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一环，就是手机的操作。会中每一位长辈人手一机，除了要学新的传播科技甲后时代沟通，更要紧的是，要知影如何判断消息到问题。偏偏人讲红酒泡药厂会当治病，无证实煞四过分享。因为阮的体质无共款，惊有副作用，所以阮拢会去请教朋友讲，这真正有效无？因为我无了解，我袂安尼凊彩地带安尼传互别人。我会直接去问营养师，因为营养师他是最了解什么状况可以吃，或者是不可以吃。长辈讲到请教营养师，咱嘛是得来到病院找专家替大家解答。参照红酒泡药厂这款的偏方，敢真正会当帮助脚骨疼、糖尿病。红酒本身里面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是天然的抗化物质。那洋葱中含有的异黄酮，像是胡皮素或是硫化物，它也是丰富的抗化物质。所以两者的相加是针对心血管的保护是有功效的，还有一些降低总胆固醇，还有我们说不好胆固醇的效果。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针对像是糖尿病啊，或是一些膝盖疼痛啊、白内障这种的疾病，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证实是有功效的。一般老人真侪资讯来源拢是靠广播甲电视，一旦唔知判断对人酷酷的营养食品，除了了钱，那食到不明的药品或者是偏方，造成身体伤害，后悔都袂负。台南新闻阮志林根专题报道。这摆疫情大影响观光旅游，其实对着特产品的销售嘛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市府旅游局为了替台南由一个特产加工品来行销，特别邀请市长黄伟哲来代言，希望互民众食出健康，食出保护力。受到疫情影响，降低民众出外消费自餐的意愿，无形当中嘛影响特产品的销售。不过现场所摆伫会议室，拢是由旅游局所精选的台南特产加工品，主要是业者用心自产自销，嘛拢真有特色，一定爱甲民众分享。即摆因应疫情，伊嘛开发小包装，透过网络甲电话等方式预订，随时拢会当方便来食。现在疫情冲击，就是一般消费者就比较不出门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样针对这样的疫情，让更多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项。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原来的水陆容机、全机的，就是把它做成那个方便料理的那种即食的，一人或2人份，方便，加热就可以吃，它又可以保健身体，又可以调养我们身体的一个好东西。
为替所有台南优质的产品宣传，市长再次带领代言人以市者推荐，敢若看得做营养、做疗愈的美食，鼓励民众都来养成好的卫生习惯，透过食补嘛来提升保护力。在防疫期间，大家要怎么样吃出健康？吃出健康的话，自然免疫力的增强。要不然，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防疫的时候期间，心情已经有够无助了。如果吃到美食的话，心情也许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的这个防疫餐是身心都有补的。第一个补身，第二个补心，可以让这个各位好朋友，不管来台南的，或者是我们原先我们自己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品尝非常好的这个芳香扑鼻的这个可以吃得头好壮壮的我们美食经典美食。规工无闲走动的民众，其实伫厝地当轻松购买安心食，同时用行动来支持台南优质的特产品。台南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乌阴，短暂顺雨加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雨量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5月16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